今仔日是部里的通病院恢复正常营运的头一天。自从这个通病院发生这个集中感染以来，确诊者捌去过这个南门市场，伫1月份的时呢，休市进行消毒。这做生意的呢，生意有够歹。即摆因为这个通市场恢复，这个通病院呢恢复营运，这摊上生意敢有变较好？带咱乡亲来关心一下。 这是1月南门市场拢无人，因为休市进行消毒。这是即摆南门市场人拢慢慢啊转来啊，摊上生意嘛愈来愈好。公布足迹是人潮涨了8成啊，现在这样就跟正常一样了，跟平常差不多了。有这样慢慢应该会回流啊，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了，以前人家都不敢来啊。 自从部立通病院发生集体感染，确诊的护理师暗号863，甲因先生暗号864。伫确诊前，拢捌到南门市场，或者生意有够歹，人差一半。即摆疫情慢慢得到控制，部立的通病院伫今仔日恢复正常营运，民众嘛安心啊来到市场消费。 想说消毒了都差不多了，因为那个布桃的那个人数也清零了嘛，然后好像都恢复正常，然后就过来买一下。伫大头前景来景去，卖淡薄仔水果补充营养，不管是来消费的民众，也是做生意的摊商，嘴暗拢有挂。做好防疫，就是毋茫讲疫情赶紧过去。